台式的有冇困扰？有啊，第一行一款超鱼的是会平台，恐龙台式，对，还30秒哦，30秒，哦，全部不用阿姨哦。摸丢会做乜㗎？他喜欢吃生的啊，哎，好市场的呀。上海好好吃啦。他等下会认真考虑呢，不然汉堡骨、铁胃款、鸡肉腱，好好吃哦！这款剪够浓厚吃嘞，你们不知道味道哈？对，太好吃，我欠你看看你的肚子。又好吃嘞，还用优先买。聪明，哦，聪明，终于做对一件事了。什么叫终于？我跟观众讲，從一輪落嘅時間，按人肌嘅跟瘦肉它平均是冇按用力嘞，嘿嘿嘿嘿，宽鬆的時間真的珍惜，它才有辦法凝固變成一對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董佩欣呢來到桃園呀導演，首先呢先帶大家來看一下，我們現在在八地嘅光興福德宮，咩就係白宮呀嘅位數哦。哎呦，白宮我算係客家人嘅文化地圖吼，當從樓嘅就係新名哦。冇錯，而且呢，其實呢，你客家人白宮呢係蠻耐都係吼，還有細件，較少看到安太件呢，特別有導演香火東方哦。還有福泉，還有東道嘅摩天哦，所以這附近哦，一定是白宮哦，好好的保佑財體嘅人風調雨順啊用。真的，桃園嘅筆筒文化呢，係全台灣都有名嘅，而且呢，係講從 Beyond 嘅時間，在高空上面都可以看到這個非常重要的地標，就是桃園嘅筆筒。好，今日我哋好好了解一下咯。冇錯，沙地下運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李志良李師傅。祝你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還有親友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好，打開來吼，撈大家菜上下，今日煮嘅東西係乜嘅東西咯？哎呦，你下挑嘅漢堡骨好大根哦！係啊，當台機耶。哦，我今日煮乜嘅咧？你很久沒猜了，看你很久沒猜，太久沒來了。杏鮑菇撈雞肉，對應該炒姜鴨吧？對，哦，那你炒該不會叫做哦杏。鮑菇炒雞肉吧？有可能。真的嗎？被你猜對咧！真的嗎？今日煮嘅料理是漢堡骨炒雞肉。啊，先要分享到我要導演嘅參賽者，風吹嘅係估值，是我們美珍姐韓家師咯。換讓，啊還有咱隨今日會換讓到嘅係堂姐妹哦，早上換讓共水咱，還有共熱貴。分享，換讓。我這邊這個，對係阿姑係麼？老娘出嘞，你用3年係咪差唔多歲啊？都一樣，哎呦， 4個都同學，小學同學，哇，對，國小同學，所以你細細嘅時間係帶電去家己出嚟叫下去上課誒。哎，也太，姑說你老也係娘哥哥嘅聲音也係。因為我輩分比較大，哦，所以大家叫我姑姑。家族裡面的，我們新屋那葉家，從細叫下台灣咧。你講俺就問題也是勇哥，從你都學搞嘅虛節啦，你是叫美珍還是叫姑姑啊？叫美珍啦。這麼失禮哦。我們兩個不同班，我甲班，他乙班。哦，我還很很命啦。好啦，今天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拿出實力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哦，第四家還通後了啊！我們今天下手就輕一點點，但是那個手還是要快很準哦。哦，冇問題啊。問下你兩家係堂姐妹嘛？堂姐妹，我想問下哈，堂姐妹有冇感情啊？哦，會嚟一起強下去比賽報名參加比賽呢？姐妹啊，就是感情要好啊。可是堂姐妹關係可能算比較遠一點點，因為我們從小就每天這樣子一起上學啊。啊，對啊，同學啦，同學。對，今年倆頭才哦，厲害哈，可以哈，可以，走得咯。啊，你幾節咧？有練習過嗎？動手，動手。啊，今天兩隊就憑實力啦，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馬上嚟健康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上係自家嘅好明星。
用嘴里喊听的时间地度做出只听的菜色。原来是雅夫卡的较上瘾，也是雅夫卡的米西好呢。比赛要由两嘴的小嘴中先开始，准备拿出雅夫卡的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好啦，今日來教馬雞咧，有啲馬雞冇？大家有有練習過嗎？有，幾個 Q 好冇？古嘢古嘢 Q， 講嘛，來，今日調查同學叫下教也係我老博謙主持人教咧，做得看我寫嘛啥？我跟美珍玩好了，挨到基線搞，好，箭頭箭頭殺頭步，箭頭殺頭步，好，挨線開始轉過來，轉過來，不要被影響哦。幾個 Q。幾個 Q，幾個 Q， 哦喲，你兩個強下，拍謝啦哈，哎呦，好啦，我們輸，我們輸，好，好，但是還有機會，因為機動搞，機動強，什麼東西？機動強，忘記啊，就幫我老年同學教哈，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默契很好呢，好，哦，轉過來，還忙啦，哦，好，你先開始哦。古嘢 Q， 幾個 Q， 啊 ，yes， 你也跳不挨到機強下係嗎？啊，我不想哎，來，你這招厲害哦，我們加油，來，加油，好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速戰速決哦，幾個 Q， 幾個 Q，yes。耶，謝謝。你真的速戰速決。好，等下呢就來，水就來進行踢館比賽了，就從博謙嘅嘴開始嘍。先對半切，等下再這樣切。啊，強衝，我叫佢強衝係嗎？對半切，而且哎呦，咋個咯？人生天條啊哈。哎呦，莫強油，啊，這樣可以嗎？可以大一點。好，大一點。哎呦，按扁心逆文的妹妹，順文啊，順文，嘿，我要看啊，太細的有冇空狀？有啊，等一下你看，超戲了是咪平台？強龍太細，還30秒。哦，30秒。條條每要順文切了，人家逆文切了。有啊，就順文啊。你也逆文。哦，那你全部切成逆文哦。冇啦，你係順文啊。倒數嚟哦，倒數嚟哦。八、看一下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都也是好的啦。對，好的。我必須宣布，來這邊是可以用的，等下片是不能用的。這邊是折損率算是50%。結果我會打鬆哦。換我嗎？那不然來上血好嘞。你們這邊要站，好啊，看看肌肉好不好？幹什麼？是換手啊？冇，你要下個區這種意思比較好。你們是要暫停哦，因為剛才博謙輸了。對。哦。對啊，你們比較衰啦，跟。等一下，你們有沒有看到月桂姐面有難色？沒有。好，剛剛選夠你了。好，你吃咖喱。按眼鍵嗎？切片。哦，好，這樣就好。你細點動態哦。你快去了，按還有賞哎。對啊，快真的30幾歲，快40了。你說你快30幾歲？跟我差不多嘛。我兒子的。哦，兒子的。哇。他是不是3次郎？他69年吃的。還好你有解釋呢，不然他會切到手呢。對啊。真的，他就是要檢討了。 4、3、2，什麼笑？什麼笑？電抖。好。我聽到外面很多笑聲。對啊，為什麼？不要切到。電抖，忘記了。怎麼了嗎？第30郎誰？第30，我們錯，第30郎。我們把逆流沙兩下就你的手啊。哎呀，哦，30幾歲可以啦。什麼叫可以？好啦，好，等下兩下開始走，Q 下走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可以，你要乜㗎？啱啱講。米酒醬油。還有乜㗎？還有乜嘅東西？會不會太少？白胡椒粉。拍個胡椒粉。米酒不會調少嗎？對，米酒當中調少，總共較多。可以再一點點。不要太多了，好了。哦，民族較愛米酒。嘿。好，咱們等一下會開始了。會不會太少啊？胡椒粉。姑姑，肉很多哎。湯，我要湯。湯。3、2、1，好，咱們開始。啊，你講你平常時全部煮出來，你用辦會蠕動式啊？筷子，
出。我觉得他在凭感觉。对啊。好，那你们加油喽！好，加油加油。好好，走这。啊，水兰姐，哎，这个汉堡骨有没有先按用洗洗个？是有特别选过的吗？这样，很你咸的还是姐姐咸的？这咸诶，哦，姐姐你咸个汉堡骨哦，因为外国卖个这白胡椒他叫叫葱嘛哈对对对我是给他们讲吧。对对对，我问这边，他就说是去问那边啊，我问这边，结果没喊。我发给你，来，来外面来下面，差点没时间讲话。我去找阿姑的吗？哪里有酒？你有酒？来，那个来2手。你有啉解的吗？嘿，我一定。哦，你没啊？还会紧张系吗？你们刚刚那边啪，然后我们在外面酒了。真的还没紧张啊。你们真的需要的话，我叫人帮你买哦。不能不紧张，真的需要的话，我包包里有。我的车上也有。你们是怎样？哦，我们的也有加水哦。你们要不要站靠近一点呐？对呀，其他讲对位好吗？后。好，你够你看呐哈。好，好。全部的阿姨哦。摸丢会做嘛干？哎，他喜欢吃生的啊，全部炒要超市场的呀。上海好好吃啦。他等下会认真考虑呢，因为应该走成品检验了。哦，你看了吗？干？成品检验。他是问说要什么东西？你今天大事都没有接天线吗？有没有用意？全部的阿姨哦。摸丢会做嘛干？哈，摸丢下来做。榴莲。哎，他喜欢吃生的啊，全部炒。超市场的呀。上海好好吃啦。他等下会认真考虑呢，因为你要不要用那宠的筷耶？用筷子比较好。嘿，咱们营养鱼咯，系吗？哦，你现在有一种做冻饭的感觉。嘿，亲子冻。丫头出来系马莎告你啊，你就问马莎吗？他完全现在是凭感动在做，我现在看不懂。看不懂啊，我完蛋了。妈妈，啊你梗有炒好的时间，你有溜起来呀，先溜起来呀。对。哦。半熟这样，几分熟有10分要炒几分？再一下下就好。一下。哦，好。四龙哥，你就是讲你阿姑煮嘅东西吗？哦，冇。你还没提100色，所以等一下煮好你提100色。对。哦，好，要得很期待呢，很期待我们。哎，对，那种期待。要得狂改片。用我装盘。我这种盘的哦，好累啊。很忙来，很包很忙做嘞。生炒鱼咯。我一般佢安尼炒的动作的，都系就专业讲拉油，所以油我加一丝丝的，看起来我较油亮滑嫩，所以佢安尼看到较冇按滑嫩。你们的杏鲍菇真的好可爱哦，很可爱。唔是我几切好的啊，拍到。叫成天香哇！我想讲吼，记得先个细细嘅汉堡骨，入口呢系因为个鸡柳啊，它要跟它大小差不多。冇啦，该品种冇强用啦。这种品种的口感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应该差不多，型不一样哎。那个台布也很水吗？嘿，水，也系水。我们先过去看一下我们那边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四龙哥很有架势哦。加酱油吗？炒菜跟写书法一样。哦，啊，你还有点墨汁哦。墨汁黑啊。酱油要挥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他现在应该在咸辣。那个错的，应该要点有点那个才放酱油。都不开油煮出来嘛？有吗？有啦，那个架势有。真的，你看你切嘞出来就懂讲哎哈。那些没切好的我切的。没啦，全冻好啊。哦，现在接手哦。喂。姑姑看唔下伊嘅问题。你可以是看跟妞吼，我这样穷斗，我觉得姑姑做菜有一种很自信，对，但是没有她自己的 style。哦，哎呦，我就妹吗？姑姑你要煮汤吗？没有，给它焖呐。亲子冻，给它焖呐。你要到时候也炒哦。可是鸡肉炒太久会老哦。会啦。我给董事好 OK。他一定想说这个鸡肉跟他一样抗冷。
嘿，哇哇！你很就上锅了，长会尬哈。姑姑，你在想拿锅子吗？太厉害了，用摸那个糖包嘅，动强。我都先孔盖片好嘞，好不好？来再没有盖子哈，要给他焖对不对？盖子就有在下面，下面。你想要什么就生出来给你什么。放个底台哈，好。哇，先等一下，好。先过嚟看。该见咗佢嘅动物。等一下准备起高的起款哈。哦，两位姐姐平常是做码头的哇？应该做成品检验了。哦，你看到吗？噶成品检验。他是问说要什么东西？连今天大事都没有接天线吗？有冇因为你有冇噶？三系啊！我听成你讲嘛改。你要看看用有什么哦？怎么建铜锣哦？好，差不多了啦。差不多咯。等一下倒数嘞。好咯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那就此次可能要体育馆地图乃木卡米西靠后色嘞。好。两家煮法完全冇空用哦，汉堡骨鸡肉，我要到尾嘅做係有湯汁的，你要到尾是炒的，都有可能。會拄好會夾到呀嘅平常心上嘅球迷，你都冇見笑。你沒目的嘅嗎？目的啊！好，今日要片先開始來來。蛋吼，用吧。中你的口味了哈。你都個蓋用滑溜溜哦，真的。長嫩哦，好吃。美珍姐，你想嗎？蓋？怎麼了？怎麼了？還是這是你啊？還是其實你不是要做滑溜溜，它是不小心變成滑溜溜。沒有要滑溜溜。哦，不能學滑溜溜啊。好呀，溫色藍水了，可能。來。我都夠啦。仲有米頭。凍茶飯，呢啲係間肉，咁厲害嗬，要食到間肉。好食，好吃。你家都滿意冇？滿意哈。凍一米啦，很入味了。一米哈。好，然後呢，緊張嘅時間到咧，提前呢先搶荔枝用李師傅搶本分數。然後金個鳳七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咁公平。一邊嘅杏鮑菇哦，嗱我先藍色一邊入邊嘅杏鮑菇要炒到。其實杏鮑菇我用油去炒過，就等我較 Q 嗰個較油嘅杏鮑菇甜味較會出來，像係炒長菜一樣嘅，油一定要先落去炒一下，當變水。你這變水就相當煮嘅，所以個杏鮑菇一邊就較軟，較冇按 Q，一邊呢有炒到較有香味，所以係鮮一片。七師傅你也講過了，那想法沒強人到自動是不是上嘅？因為佢個杏鮑菇先炒過油啊，佢嘅多糖體會走出來，多糖體佢食到好甜。啊，另外一種係因為兩片嘅雞肉食到好唔會澀澀嘅，啊兩片就一點點澀澀，有點澀，可能係香球煮香球，所以佢嘅雞肉會食到會澀澀，所以我偏安用嘅兩片。好啦，評審欣賞嘅指頭呢，睇起甲下一擺呢做得都個主要出來時個調整一下。唔過呢，兩下先不用輕鬆了，就看一下今日按照無來李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嘅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李師傅按照無來誒，一定要好好端出你的大菜來請大家一下。不要流太多汗。現在不會了。看到兩下都緊張。今日要做嘅係漢堡菇體味乾雞肉卷。哇，創嘅名。全部把它組合起來就變菜名了啦。選菜就嘛嘅。主要有漢堡菇嘛，雞肉、雞胸肉，個人也客家人嘅體味乾，長體味也係長體味去洗嘅，去洗體味乾。本來係拿嚟煮湯嘅係嘛？一般來講係煮湯啊，今日係想講。係做模咁樣嘅方式嚟表現出來。它就兩碼嘅醬啊，也係味噌甜辣醬，就一般人用甜辣醬，然後個加味噌，嗰個一些糖落去攪攪嘅安尼。
啊，你蜂胶，啊，你買粉啊？呀，便宜粉。哦，等一下會做勾芡係嗎？大家卤呀，雞肉加表一起嚟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大家有問題的話，隨時做的問了哈。好，可是唱可是，你要計時嗎？計時開，你等下一個計時開始，計開始溜汗咧。啊，成兩個開，我計時我要緊張啊。哦，一般因為要做繭，所以人家杏鮑菇拖較太條，較打保育較好保。有一做繭肉繭哈，確保好。所以人就切泡泡嘅。我打到繭起來係冇？打到繭。哇哦！我一定要先燙過，水。哦，兩片是好的哦。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先做爆兩件分，大家看一下。哦。而家雞胸啊，這樣嚟切開來。片泡泡嘅。順風。切薄，你看張博謙。來，博謙學生仔細看。哎呦，真緊動火呢。那看下要緊張。啊，這切嚟泡泡嘅。哎呦，老雞當生魚片來切呢。哎呀，專門切生魚片。哇，還可以再切一片呢。可以啊。哎呦，其實要當簡單，只要刀劍，要刀尖，直接對着正標，按你輕點，按你來下高就好。哦，就是當簡單。有冇來到書？書我留得。都會當利用。還就簡單而已，裝一些調油。哦，滷厲害。雞肉跟杏鮑菇嘅那個厚度係差唔多嘅。泡泡個安樣啦。胡椒粉，老雞兩組計下滷滷嘅風切差唔多。但是我那邊我冇不用亂，因為亂，我係要用鹼嘅，我沒有炒嘅，所以我唔是亂。呢些便宜粉。有冇解問題冇？多點下，有問題做得問哦。有問題嗎？其實要用出當簡單，但只是做起來較麻煩、較精緻。其實一般都不卡都可以宴客噶，都可以用某種樣的方式表現出來。其實道理啊，哈，你準備嘅食材啊，都是大家很容易取得的。當簡單，一條管呢，要先，應該是當過嘅，要先用去。撈邊樣來，冇一般條管硬。你種去到按後背咯。因為我靠臉吃飯。因為我靠臉啊，難不成靠肚子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我以為只有我靠臉吃飯。其實道理啊，哈，你準備嘅食材啊，都是大家很容易取得的。當簡單，一條管呢，要先，應該是當過嘅，要先用調油、個水去撈邊樣來，冇一般條管硬。這樣可是這樣，它會不會就沒味道啊？唔係啊，一個所有佢經過一個種嘅水，條管嘅水，再叫佢撈一撈，佢再條管裡面全部都哇！水。個師傅請問啊，個雞肉做得用豬肉推用嗎？攏做得，做得了。豬肉、牛肉攏做得，但是魚肉都冇辦法，因為魚肉會跳，會酸，會跳山。除非你先從石斑的，它硬實的魚肉就做得，就是口袋夠深的話就可以。好啦，今年嘅做本觀眾朋友看啦，哈，假使就放一張影點面，就一層杏鮑菇，一層雞肉，或者就比較簡單的紅椒、黃椒。當到時我看美食呀，紅椒、黃椒，你要包底杯，建議就當香，它會唔記得也在米西，它反而會稀飯，而且也食冇當好看。可是現在小朋友都看我們節目，他以後都知道了。他吃東西先打開來看。大人哦，都是想說以為我們看不到，以前大可能。那推廣切到要差不多炒，也來煎起來啊。哎，請問可以放四季豆嗎？綠色的。也可以，咩都得，蘆筍咩都得。其實也係菜塔啊，煎嘢嘅時間呢，也一定要傾起來。一開始鴉片就要傾起來，冇得一跳過嚟就全部會散開來。傾起來，按嚟煎好來。做得加海苔嘛？海苔做得啦，水呢？但是你變成海苔就會澀掉，會濕掉，會轉熱的，係會轉熱。啊！我突然想到，剛剛一批吼，你但想做啲用嘅杏鮑菇，未做啲用花枝，你做啲冇？
花枝的建议了，花枝用花枝薄，用花枝薄，冇建议因为剪到油硬硬。用半条都得啦，半条都得，对，都得。哎呦，又走好改哦，時間的關係，要先做好。哎呀，再來變到一隻。好，我先準太火係嘛？人家到一整個一包個一定會拉成，喺冇打會嚴重啊。哦，我外部係個杏鮑菇啊，那它裡面的那個乾肉有冇會熟？慢慢剪就會熟了。你係用煎嘛？嘿，用煎的啦。哦，反正杏鮑菇有點叉也不會不好了。對，哇，很厲害呢。你種去到按後背咯。因為我靠臉吃飯。我靠臉啊，難不成靠肚子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我以為只有我靠臉吃飯。今天大家很難聊。對啊，怎麼會這樣子？今晚一洗沙全部廣播的，直接把天聊死了。對啊。而且剛剛那個厲師傅就講啊，就推薦兩組講說，該杏鮑菇煸個去之後，它油一定要夠。然後你看現在油暗到，等一下就聽不動好鹹。行我切了。溜熟啊。熟當熟的一樣。熟邊啊？不用吧？不是嗎？我知道，贏的人吃凍甕，是凍甕啊，熟兩個顏色一樣啦，熟的顏色一樣。其實邊邊的很好吃。嘿，焦焦的。所以你想要熟啊？他在考慮了。如果這樣的話，我會考慮。我試試看。體育館見過未到？一定有拼負哦。好凍好吃嘞。這樣不要少去。你是切的。其實我真的覺得你不用切。真的嗎？它講修修比較漂亮。好好吃哦。體育館見過凍好吃嘞，你們不知道味道哈？對。太好吃。我切你看看你的肚子。就好吃嘞。真的。當簡單的。這個要不要交給思榮哥啊？哎呦，激動會發。對啊，想會發。書法。等下拿墨筆。你要不要留幾個讓他揮好一下？好啊。要把送過來。要不來，好啦，7塊，好高啦。好高。畫一下，給你揮好一下。兩邊走在畫啦，兩邊走在畫，或者你要簽名也可以。要簽你的名好了。旁邊也可以揮。哇，寫不出來。用處嘞，有哎，有感覺。有哦。是寫日文嗎？這是一朵花嘛？花係嗎？人看長字尾喲。安念呢？四兩啦。四兩係啦，四兩來。那就厲害哈！厲害，就厲害哈！厲害咧！好厲害！好，來，等會兒問他可以係。好，安陽就好 C 咯。好，都在那組做的系列豆類，先來向李師傅搶出題目。來，做乜減肥的人呢？較適合多食呀杏鮑菇呢 ？A. 抑制脂肪吸收 ；B. 較容易有飽足感。張伯謙，你回答。我覺得你很貼切的準備兩下題目不難，不哦。我回答 C。不管很勇半個年紀，反正多吃就對了。對，張伯謙是想他有要減肥這個想法，但他都吃很多。那麼行動力呢？0。先來猜拳。好，先猜拳，馬上來猜拳。思榮哥，幫你。拳走的，冇事，安用也規節線落去好了。行，開始對對。剪刀石頭布，耶！我選 A 還是 B？ 我選 B。我豆血我就有飽足感哈，還是它抑制脂肪吸收 ？B。那熊方一口。那我們選 A。澱粉可能比較會有，澱粉比較有飽足感，澱粉比較有飽足感。選完了，先生。該杏鮑菇，它是一種菇類，它是。選完了。好嘞。人家選完了。兩篇。MD 啦，MD。轉過來。好，孔一啦。再回來。孔一。告半天命。來，答案係 A。
抑制脂肪吸收。一地答案呢啊！我就是减肥很有想法的人啊。好，講一下。因為呢，漢堡菇啊，可以降低身體裡邊的脂肪酶的功能，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吸收，所以呢，要選 A。嘿啦，該增加飽足感，緊定係澱粉啦。所以陪他講吼，假使因為是飽吼，吃澱粉這個飽足感，人家說做農田的人要吃胖。我是這樣子猜的啦。沒有，因為杏鮑菇其實它也會增加飽足感，因為它就是素肉的概念，豆豆小小，素肉的概念。好，不過呢，這個不管怎麼樣，就我們吃啊，因為知道為什麼嗎？排誰台前，因為兩個隊長在減肥，他什麼都不要吃比較好。啊，剛剛切下來邊邊呢？你剛有吃過了嘛？有吃到誒，有哈。好啦，給佢食款。你沒昨天學的？你沒昨天學？你沒減肥啊？減肥。哦。這真的有超過我的想象哎！有哈，真嘅，好吃哎！我感覺口感有當到種，因為食出來嘅口感都冇強咯。啲都也嘅聽佢講吼，佢增加嘅種有一些鹹甜嘅鹹酸嘅味道，又切切安呢。他就改下，因為你係蛋腸都寫在邊邊哈，我你兩下一口吃，應該那個扎實度更夠。非常扎實，你一定體會不出來那種扎實。哦，唐人哈，因為我看美珍姐哦，滿臉笑容滿面啊，用啊，口感用板老太下講一下，口感哦，QQ 的，講不一下，用給姐姐嘗一下 ，QQ 的，好吃。好啦，好吃。我跟你們講，我都有摸食到唔怕進位哈，一開始我得到2分呢。唔怕。接下來要關地度呢，你要加油，然後2分全部拿到進來，時就嚟進行最後面一關嘅比賽咯。我係太祖譜，用最不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地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最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沙亂盤盤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等下最後面一關了，你馮出要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好，等下先打開咧，半夜先跳看下。好啦，今日係主題嘅食材係馬嘅東西，來看下。喂，係馬嘅鹹菜，這很嫩呢，很嫩哦，真的嫩。都要擺低呀，到尾三小班種出嚟嘅鹹菜。鹹菜呀，真嘅係偏着熱定熱呢，一下呢全部同高級用嘅溫室來種。哦喲，古數呢嘅控制哦，唔是先用嘅，韓國呢全部菜都同醬啊。我從來我下煮個鹹菜嘅時節，我媽媽是用那個布拉魚去煮湯煮勾芡。對，那今年我哋煮乜嘅東西啊？鹹菜5步煎卵。咩咯？5步煎卵。強下，佢強下地步哦，哈。我係煎卵哦。要乜煎？啱啱講嗬，該鹹菜話先切油啊，糖果，你回來撈該水分鹽體，讓變到軟地步。啊，該5步油啊，先炒過幾個香味下會出來，然後變到該軟地步焦啊。還我今日還要加隻切插落去提味。哦，啊焦落去煎到了咩炒卵咯？許師傅，你沒有顧到我們這邊。煎卵咯，哈。係煎卵，按糖油哈。你只有送2個煎卵，他就說煎卵按糖油，咩炒卵咯，係煎卵咯。我最困難嘅部分，我猜應該是扁面嘅時間。扁面啊，叫我兩面全係煎到啊。咩強調地波卡唔係扁面時間要啊？就用廚師幫忙。咩，弄個盤的喲，按樣開面咯。哦，所以今年是唔是廚師填書的哦？我喺旁邊看是做的嘞。哦，OK，題目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要。題目沒。先出題哈。成因呢都是該鹹菜與乜嘅好處咧 ？A. 安神助眠 ，B. 促進發育 ，A. B 咧。好，來馬莎來猜拳。水蘭姐好冇？水蘭姐來，美珍姐哈。好，來了，彩籤咯。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呀，好，你講看 A 也係 B， 你看一下 A 也係 B， 確定嗎？當然係 B 啦。行到真了。因為小朋友哈是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睡着的。對啊，所以唔是安全。只有我們才要黏住先。所以動簡單啦吼，咁我哋都有做啲選 B 啦，好。到底答案係唔係 A 咧？我是選 B 啊。佢只能選 A。該片係 B 啊。好，確定下，好 A 係你係 B。
哦你，看，答案係嘛嘅你，安用優先唔愛。聪明，哦，聪明，終於做對一件事了。哎，什麼叫終於？我跟觀眾講，從一輪落嘅時間，安用佢會該受到下平均，是冇安用音哦咧，翻送的時間真的很珍惜，它才有辦法凝固變成哦對。答案係嘛嘅你 B 好啦， ，yes，講一下，中文嘅咧，鹹菜佢嘅雜物要富有該鈣質，成因的食以後佢就得促進牙齒繞骨頭的生長，幫助發育。哇，就鈣質呢哎哦。呦哦，那我還來得及嗎？你需要的不是鈣質嗎？你是需要是去油脂。我需要杏鮑菇。杏鮑菇，嘿，杏鮑菇。來，你下呢水就嚟進行最不迷關比賽嘍！哎，這很嫩呢，哈，很嫩呢，很嫩啊，會出水，對嫩嫩的。最喜歡吃這個韓脆了。哎，水開了嗎？水棍嘛，哎，來開，滾咯，哈。我等會高老給切開油的喂。啊，唔過，那個寧靜還沒有切到按油嗎？簡單蘿蔔、紅蘿蔔要也要切細嗎？這樣子好不好？但美珍姐，你也是要用那麼隨性的做法嗎？對，是嗎？你剛才第一關很隨性，對不對？老實說，對，老實說，你那個水加的實在是有夠多的。對我加太多。好，我們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應該看該片咯，哈。好，你還唔會菜啊？你冇看到？抱歉，你還炒不拉魚呢，厲害呢，哈。現在炒不你用啊？好，應該風菜條沒有刨絲啊。那條唔是刨皮，那條頭顱嘞。哎呦，還好夾。魚差不多了啦，魚差不多了，那個東西，係啊。佢講差唔多咧魚差啦不。多啦。差唔多就了魚佢了。講嘅啊，係啊。拉料的。誒，生意哦，我逼哦，哦，佢叫變強度咧啦。唔怕，等下就會響。啊，變。哎呦，魚強到咧。唔係，全部料去了，唔係，唔是全部料去，全部油溜這個薄粉盤，出比你唔好料啦，全部係啦。哎呦，優先唔愛。聰明，哦，聰明，終於做對一件事了。哎，什麼叫終於？聰明啊！哦，我想說終於做對一件事。呐，好。第二棒冇馬莎，第二棒嘛，好你哈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了。第二棒冇馬莎。哇！你看，佢切紅切冇強啊，凍夾要個。炒吧？我先拖過嗎？糖吧？我要三啊，係啦，拖他這三邊有耐唔咧？啱啱愛嗬。哇！這有腰啊，有哦，真的。水有開嗎？有。哎，我們今天凍夾呢？哎呀，要放到料裡面是不直是？接表個料，要嗎？哎，直接表料我們水會調少嘛？按了三唔到，好，走得，可以啦，做得啦。好，走得。那條係媽媽的智慧耶。做得做走了走了。好，同家片哈我。看到哈，哎呦，我搶在最好時機回來了啊！這就算時間加油呢。好，你要，姐姐，你要澳洲嗎？煎蛋啊，煎蛋好。你有信心嗎？你需要使用廚師幫我嗎？你有聽笑笑我嘞？丟面嗎？好啊，廚師來幫忙。漢邦吧，他完全就是做得啦。先等鍋子燒。世榮哥不拿等一下，等一下對嘅時間就來 QQ 一下哈。做得火下睇得。等下第三個要準備了哦。要有調味嘛9、有8、加鹽嘛沒有6黃醬油？要什麼？要加調油嘛4、好醬油。 3、2，你要不要叫然後半絲量夠做。等下半絲量夠做嘞。時間到誒，好，歡迎。好，好世榮哥，該有我可能啊多點嘅漢菜點嘅再一點。我覺得思龍哥可以畫那個。哦，哎，沒做對啦。世榮哥，你也需要廚師幫我的時候，你就舉牌哦，哈。加油哦！應該會點哦。哎，不給油它燒掉嗎？哎呦，它會吸太多油。我點哦。啊，可以啦，你看世榮哥很 OK 的。
油抹辣少啊，那个油会进去。像其实这种油温要高一点的时候，再放下去会比较，还是要擦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你是书法家，一定可以把它变出来的。有没有开大一点？你要求救吗？要求救，不用啊，好，那你要顾着火温哦，好气势，顾得了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跟觀眾講，從一輪落去嘅時間，按緊辣，幾日嘅速度下平均是冇按用音咧，翻收的時間真的珍惜，它才有辦法凝固變成。一般的煎蛋都按嚟煎，我們也可以啦。不是烹的咩？啊，C4對我 C4，好，等下做啲放一點嗎？空一點。哎，这就是30秒烙鸡扁面，好吗？让它翻面哈。好啊，翻不好，我看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求救牌，解拍到去卡個做緊啦。我看求救牌嗎？哦，空一點。差不多我覺得心機很重，心機濃重啊。好來，好，你先記好。哦，你用它講一下，那你拍來，廚師幫我。好，計時開始。慘咧！哎。亂下評語。哦，我安用啦。攞佢速速啊。按速速嘅。慘咧。我攀得位嗎？減咗啦。還是你要蓋子？不夠硬是不是？可是好香哦，切點菜米頭。9、8、7、6、5、7，哇，可以。2、1，時間到。嘟好，哇，嘟好。好，那必須得講一下，你真的是專業，你真的是專業。你現在有點擔心我那裡了，該見狗影。我們都翻好了嗎？差不多嘞。廚師幫我嗎？好，廚師。先記好。好，講一下，你就講你吼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唔怕，你看吃到去扁轉來，按天家人找那方式扁，按個扁。要再扁一次。做對嗎？做對哈。哇！完成，冇啦。其實我感覺做對啦。調皮哦。好，按度好，按點好，度好啦。按點你看有什麼 sauce 按用？哦。會不會有亂？好，按撒水佛這樣繞一下。我們其實有90秒可以煎完誒。做得好。好，差不多。按過一隻。哇！還沒，先切。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幫我弄到盤子裡。幫我們煎好西點冇嘞吼。另外一面比較漂亮。好，我們最後就試這一塊哦哈。因為另外一面比較漂亮。可以啦，這面也很漂亮。按用音哈。什麼？馬個係按用音。按用音。兩片地，先變四地，然後按個兩片有兩地。好，我有勾起嘞，這給思榮哥做那個書法家的揮毫。這片好嘞啊！那就切割嗎？小心不要斷掉。加油！沒有嘞，唔怕。怎樣？切過。切到像星星這樣啊！哎呦，兩枚水妹來攀了嘞，然後長的水妹來攀了嘞，哎呀，擺攀來攀，來，那個來切一下。你確定要長一樣？擺星星，他們那邊擺的我看不懂。直接在這邊切啊？這邊切也可以啊。可以。啊，你切還是我切？可以嗎？剛剛第三個係瑪莎，第三把瑪莎係按問第三把。啊，準備要倒數嚟夾夾切。好了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來試試看到最杯米館地度那部卡真係你太中譜嘞。好，這一定要來看一下我們這邊思榮哥哥擺得多漂亮，是你擺得懂槍哎，洗片的事事如意，4加4等於8，就發大財。哇！祝福大家啦，真的發大財呢！你看，這一定要加分吧？好，你看看，對不對？我食起來係咁樣，大家試看呢。這個放心的啦。來，
好好吃，又got juicy，又got嫩，好吃哎，哈，番薯跟外皮哦，叉叉，你弟弟个叉叉，酥酥脆脆，个地肚很软用。对不对？好，全部是呛呛哎，一扫而空，好不好吃？月桂姐，好吃好吃又好吃了哈，好吃，很香。很香哈，好，现在换吃蓝队看看来，那个没冻好食，很 juicy， 你不用捅係嘛？你不用烫係嗎？啊，枸杞啊，但我有放啊，可是它的比较甜。有，没等好吃哦。来，美珍姐吃哦，牛板，好吃啊，好吃。美珍诶，他们那边的好像又好水点点，比较 juicy。好。紧张的时间都留，然后呢，先朝李师傅抢本分数。啊，公道伯啊！你啊，长了一点来公道伯，亲有凤七师傅抢本分数。公道伯，来李师傅抢公平一下。两边的煎软哈，一边呢煎的香米有油，嗰個口感咪有少到軟的口感，嗰有少到嘅鹹菜嘅甜味，嗰人家。嘅五鋪嘅香味，一片呢就煎油較香泡嗰樣係煎油香多，變成油流嘅水分失體以後，所以就較冇含油多汁啊。所以我會選擇鴉片。哦，鴉片呢凍簡單，因為雞鴉片因為稍微焦一點點，吃起來會有一點苦。虽然你们应该吃不太出来，可是我吃的应该是多少那个焦味、焦苦味。吃的苦中苦，就是焦方为人上人。所以我选到这边啊，这边就像你是不是讲的，鸡盖油啊，下盤下又juicy的味道又出來，未講唔係講見到窮灶還用擺，所以應該分兩片的分數。哇，用糖魚真經係差到嘅90秒，真的90秒咁夠勁嘅哦。好啦，今日嘅比賽呢，哈。差東多係嘛？差2倍。不過分數差唔多，分數差唔多，數差比較多啦，90秒啦。係啦，呢兩個正常。唔過呢，睇出架好都表現到當好。今日比賽結果出來，南區同鳳區全部都得到2分哦。好，恭喜鳳區得到1500元嘅加菜券。恭喜！耶！哇！咱最後未做得到2500塊嘅加菜券。恭喜恭喜恭喜哇！按用算係嘅同學嘅結果，四個同學全部都係得到同樣嘅成績。咁思龍哥咧，你要不要參加心得老太下分享一下？哦，非常的歡喜，有這個機會可以參加這個活動。下禮拜多加油哦！哦，加油！跟正義國家練習班嘅嗬。好。希望你哋一齊聲。係啊，喺問一下吼，呢兩三咪東歡喜吼，就啲老同學得到強壯嘅分數啦。咁我今日參加嘅先得老大家講下好冇？各位鄉親大家好哈，今日東歡喜哈，都參加了這種節目哈，也有心得，就是有增加一種嘅見識啊。希望下禮拜還有機會來參加了這種嘅節目。係咩老公來？好，冇問題啊！老公強下來比賽。好。今日正件當歡喜，就係看到4個同學強下來到節目參加比賽，又夾得到強責成績，算係幾好嘅結果。係啊，你一種嘅緣分又真係動難得啦，冇看過吼，係親戚咪係同學做喺呢度嗌到嘅節目啦，所以假使你哇還要馬上讓你係同學，咪係強係親戚，想夾夾來報名參加一下咯。冇唔錯，等睇自家強下來挑戰來報名哦，一家之主分享你的挑戰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